关于水电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投诉信。尊敬的受理投诉部门领导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西藏昌都市丁青县色扎乡的一名普通村民，怀着无比焦急与无奈的心情向您反映，我家目前面临的严重水电问题。在国家大力推进民生工程，致力于让每一位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生活保障的当下，我们色扎乡大部分村民家庭都在乡政府的关怀与努力下，顺利解决了水电供应问题，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。然而，令人痛心的是，唯独我家至今仍深陷无水无电的困境，仿佛被遗忘在了发展的角落。没有电，夜晚便是一片漆黑，孩子无法正常学习，所以我选择了没让儿子上学。没让孩子上学的原因，也把色扎乡2024年农牧户人畜分离改造计划第3批统计表里面除名了，简单的照明都成了奢望。没有水，日常的洗漱、做饭、打扫卫生都变得异常艰难。为了获取一点生活用水，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远处挑水，生活秩序全被打乱。我多次向村里反映情况，希望能得到帮助协调解决，可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。我深知乡政府日常事务繁忙，但我家的困难已经持续太久，没电已经9年多了。我向乡政府电的问题申请了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，严重影响到了一家人的基本生存与生活质量。我恳请上级领导能够关注到我家的特殊情况，督促相关部门和人员尽快实地核查，查明原因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，为何独独遗漏了我家，并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，帮我家接通水电，让我们也能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，感受到党和政府给予的温暖关怀。我相信，在公平公正的政策下，在各级领导的关心重视下，我家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。期待您的回音，万分感谢。投诉人：嘎松。